继续来看台中市工业区一间金属处理公司，透早是发生公安的意外，6个工人去洗桶槽啊时，那就是内底一氧化碳来过量，却昏伫咧内底，赶紧送医急救。我们现场是有测到一些像 CO 的数值是有超标了哦，那还是说，因为这种槽体比较密闭、通风不良的地方，其实应该还是要带一些空气呼吸器等等啦哦，避免有时候是有沼气啦、一氧化碳或者一些有毒气体的蓄积，会容易造成人员你的瞬间就是可能会意识改变。初步了解，这公司是派一个台湾人的干部，甲带5个越南移工，爬入去内底洗桶槽啊，所以到中昼也无看到人转来，才发现讲有人昏伫内底，赶紧来送医。劳工局嘛派人去劳动检查，发现这桶槽内底也有其他的毒气，要求停工改善，上当要罚到30万。